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今日提早1分钟开始吼，应该是袂要紧。大家敢食饱啊？今日要来继续算咱的拍鬼。安尼咱，阿叔晚安。对啊，就是听讲，毋知影听啥人讲，我袂记得啦。听讲即个咱的进度其实已经较接近第1章要结束啊，所以凡事今仔日会使通关哦。夏夜晚安，敢食饱啊？最近有影足寒呢，雨声哪像嘛感冒对无？伊讲因咽喉无爽快。大家爱注意呢，大家爱食好烧哦，穿好烧吼。好啦，咱来继续算咱的拍鬼。8点啊，会使开始算啊。哦，歌，晚安，咱上足久无看的对无？食饱啊，好，食饱啊。游戏晚安，游戏食饱未？咱顶届算到迄个吼，有迄个模考嘛，毋过考袂过，加载退出了后吼，就会使毋免阁继续考。即摆来看卖，为红色大门去大厝遐。Mercury 晚安 ，Mercury 食饱未？哦，天景晚安，食饱未？敢是这红色大门应该是这吼。啊，我最近才知影，其实伊会使，伊哪像会使安尼甲伊瞄准了后，会使有即种远的攻击。进前几摆我拢毋知呢，我拢叫是一定爱安尼做接近用拍的。啊 ，Mercury 还袂食，辛苦啊，辛苦啊。简单。先下手为强啦。已经袂记得要创啥。毋对啊，昨毋是为遮来，所以其实应该是咱爱为即个门入来对无？应该是安尼吼。啊，安尼误会啊。对，顶届是要去拍迄个吼。哦，这啥？我要安怎起来？直接就死啊！是安怎？救命！Why you 晚安。安尼啊，无咱先迄个啦。我会记得会使跳即个阵，啊，就会知影倒位有鬼对无？啊，安尼知影。哦，安尼是毋是先用？哎呀！哈！嘿！错！嘿！嘿！哇！嘿！错！嚯！哈！哪会感觉这鬼有够歹啊？了拍袂赢的感觉呢？
哇，足方便的。咦？你哪会跳一下遮紧？会惊呢？哎呦！啊，毋过好像我会当安尼，行安尼甲因拍。哇，安尼敢算是头一步？安尼其实介轻松呢。继续拍迄个，去找迄个，敢是位遮？应该是位遮。红色大门对无？哦，看起来是遮哦。哦，啊，搁爱找即个，叫做啥？芳炮，啊是倒位有迄个炮？诶、哦，诶、来看卖。这什么鬼？这什么鬼？这就是当时画会出现的吗？老一真的人，你有啥物啊？就是林火勇，哦，卖动路啦！伊真正足介意，这里才是啊！在死啊！伊真正足介意甲鬼讲伊家己的名呢，哪会遮戆？啊，毋过伊嘛无差吼，伊遐尼甲我拍，其实伊无差对无？哦哦，这啥？好，咱来是爱去倒位找迄个炮啊？无啊，无炮啊。哦，这啥？哦吼哦哦，这看起来有比迄个掉头的更较恐怖哦。啊，我敢有法度甲伊拍？难道伊无互我？啊，我应该爱先用迄个。毋对，我要死啊！直接紧接。我完全反应袂过。哇！该重新行一摆。哦，这个 game 逐摆拢安尼，逐摆迄个 boss 拍袂过，拢爱安尼过来一摆。好啦，无要紧。闪。啊哈，找无路啊，赞！我应该会当徛伫遮豆豆啊，甲伊。嗷嗷嗷！你伫倒位？好，无代志啊。红色的大门吼，红色的大门。奇怪，袂记伫倒啊，应该毋是遮。我完全毋知影家己要行去倒位去，系啊。哎，阿吉暗暗。嘿，哈，啊！哦，救命！哎，翡翠柠檬爱玉暗暗。我真确定，我应该是行唔对边啊。好，无规矩，搁死一摆，应该会较紧，较轻松哦。过来一摆。阿叔食饱未？茶檬爱玉食饱未？好，啊，毋是对，是这边。
啊，毋过线内要创啥？先看卖倒位有鬼好啊。小拍，啊，这直接的啊，哇，这有够恐怖呢！这看起来是完全无法度行手的款，哇，暗顿大部分无咧食。哦，是安怎暗顿无咧食？你是想无用啊？啥？刷来，安尼大门，哎，对，大门，哎呦，啥物件啊？会使摕连面体，直接食宵夜。哦，毋过你若是直接食宵夜，安尼宵夜对你来讲，敢是一种暗顿？食了，迄阵讲有会疼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哦，有听过有一种，喂，就。有听过一种讲法吼，大家罔参考吼，这我无确定。就是有听过有人讲是，无啊，就是嘛无咧分倒一顿是倒一顿啊。食米就是食米，吼，会使食的拢是好米。哦，这是安怎？怎个有音乐？敢有？遐迄个啥？迈过来，迈过来。会疼呢。只紧接。哦，哎。应该无代志啊，会使食金蕉。哦，夭寿啊！你睇一只。无看伊个红包，我甲即个手套放遮。好，安尼应该会使。咱迄个门到底伫倒位啊？我煞袂记着。啊，伫遮啦。好，安尼会使来拍迄个大只的吼。来，哇，好，来，跳过。嘿，你知死啊你？我知影。好，你还要创啥？哦，这啥啦？这啥物 laser？ 毋过咱即个炮啊，要安怎开？无炮啊，我知影。啊，你无甲我讲炮啊伫倒位摕？这样我就出去。哦，这啥？我想到无法度叮当啊！哦，敢是因为我试我的迄个标准的迄个？
哇，搁行一摆吼。哦哦，哎呦！你够歹。哇哇哇！半小时啊，啊好，一声好啊。来看倒位个有吼。迄红色的应该嘛是拍袂过哦。啊，毋过伊着伫迄门遐呢。安尼我想安怎？偷过去，偷过去应该会使哦。啊哈！安尼较知影路啊，应该是会愈来愈好，应该是会愈来拍甲愈来愈好势。哇！好，我知影，我知死啊，对，死2摆啊。我完全毋知影我爱去倒位找迄什物炮啊！哎！哦！对，我知应该爱举头看。啊嗨啊！汉字看无？咦？free 水底，敢是安尼读？敢是啥物？无细字的啥物？哇，惯性的日语。哦 ，free 吼 ，free 水底，我毋知影我读了敢对呢？先处理即只吼。去看一摆。哦，伫遐。安尼我知，生米伫遮嘛。等伊外头。好啊，袂。哦，外头啊，好啊。莫过来，莫过来，莫过来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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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无代志。大概是下手为强的意思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好，安尼，毋过我头拄仔对伊先下手，看起来嘛是，看起来嘛是无啥物迄落。我知我爱，有够痛，我爱随时注意迄落，伊的这敢袂使拍。无欢喜，你咧创啥啦？这啥？这是安怎？这爱用跳的呢？哦，看起来是爱用跳的，这跳完无？无靠回啊！这样无欢喜。刷来要创啥？这较恶闪哦。刷来的。
胜脆配哦，头拄仔迄是互我胜脆配的机会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啊哈，好，安尼我知影，伊要互我胜脆配，我无都挖过呢，啊，胜脆配，哪像有呢？对啊有。哦，我直接飞出去。好，安尼我大概了解啊啦，大概了解。啊，哦，你无算过，无要紧哦。那一直无甲伊拍，应该嘛毋是法，嘿。所以其实应该是爱试看觅。我头拄仔看，甲线水配应该是真正有甲扣回哦，哦，应该是正确的哦。我相信结风。这只先处理掉。嘿，好，无啊，刷来。对啊，拢试看觅啊，反正，反正黑白试看觅，就会找到一个。莫过来，嘿嘿。好。过客暗暗，过客食饱未？今日在挑战，看敢会当甲第一种拍刷。好，跳过。呵，真闪。我现在好拍着啊！其实我也无，我嘛看无。好，无要紧。来，过来。要滚下，打困醒。我到底是爱？哎呦！我伫倒位？哦，我好卡伫遮。刷来咧。我都甲线水配呢。哦，安尼有伤害。啊，毋过看起来敢若我雷灵有伤害。这有够疼的呢。形象。安尼嘛毋对，也是我爱行到另外一边才有法度闪。哦，看到啊！这要有法度闪。无反应。哦。
明伟暗暗。而且吼，即马甲大家讲话较困难，哪拍鬼哪讲话，确实有较困难。啊，不要去，够安尼哦。诶，迄是摕来甲伊拍的，对啊。啊，毋过伊讲，迄个，对，我毋知影，伊讲饲伊会使迄个会使补迄个泡啊，因为内底爱有可能爱有炸弹，才有法度，才有法度用啊。啊，毋过我毋知影迄爱位倒位去啊。好，靠上济啊，凄惨。你啊，暗暗。一来就看到我互食去，对啊。对，我毋知影是安怎，伊迄炮啊无互我用呢。敢爱赖达？好，我看卖，咱敢有赖达？看起来是无呢。赖达，无啊？敢是有啥物件爱去，我无去啊？毋对啊。对，应该是爱找迄个，迄个做啥？应该是爱找伊个。敢是炸药啊？是啥物货？你看，伊都无互我装炮啊。所以啊，食啦！这做无明显，这做无明显的呢。好，安尼我了解。爱为遮去啊，原来是安尼。好，安尼应该是有机会啊。哦，救命！你有话就心食人哦。等下，现在我无法度走啊。我应该有拄到 bug 哦。我怎无法度？会使啊。我拍到就会使走啊。救命！应该是爱趁即马吼。毋过伊甲我，安尼我是有 Q 掉。原来是安尼，我都走是因为伤重啊。毋过我无先用迄个五雷铃甲伊讲。昨甲入心画图应该介好算吼。跑啊！对面触角，好。食物件。对咧，对面触角有道理。好拍到啊！我伫倒位？我伫遮。对了，你是讲油醋哦？惯性是听庙讲骨醋，到底讲是庙香？有啦，无介济啦。
对啊，这是要拍偌久啊？今仔是咧创啥？是啊是啊是啊！这真正。用油醋无好话。哦，对，惯性拢是用迄个啊，电子笔，电子笔是有较好画。啊，毋过昨迄，大家画了足够水诶，我真期待，大家昨画迄个，后壁讲放伫 Discord。当初他会经常呢，因为我叫是家己做搞，而且伊个无法度改的，通常毋是应该会使改。哦，有啊，敢若敢若即个做啥我毋知，敢若会使加一个啊，迄个加一寡。算是灯牌安尼啦，啊，毋过应该是无法度直接甲伊的迄个攻击，是无法度甲伊直接阻挡的，所以我敢若会使，趁即马来准备甲伊弹。这什么鬼？讲甲到都要做甲到，嘛对啦，无法度凊彩改迄个难度，一定嘛是为着这来考虑，若袂晓，无啥物咧靠回吼。啥物事？我会惊。你讲啥？你讲徛较离的？你是讲徛较离哦？等下过来斟足听。好。哎呦！无法度，有法度先到遮呢。安尼爱上好嘛？应该嘛是爱掠时间，爱用跳的对无？啊！救命！徛较离的哦。人嘞，伊咧补给的声。对啊，这无法度用跳的呢，这真正伤困难啊！我搁有这，会使这可能搁爱。
哦，我反应无够紧啦。哦，反应无够紧，我较就是哎呀，较拍袂过。我嘛知影应该是爱饲的。对啊。呵呵呵，解决一只。无插半呢。好，跳过。形象。哎呦！啊，要是我拍掉。哦，伊摕泡我盖古水呢。哎呦，天啊！哎，我安尼敢是有闪过，应该是无对无。安尼嘛无法度。哇！哦呵，安尼袂使，安尼袂使。哎，我明明无徛伫遐呢。哦，伊这画面甲实际上的迄个伤害无共哦。哇！现在无法度改迄个困难度，哦，我真正是会互过去的家己气甲。好啦。我赶紧来面对哦，面对家己的创哦。哎，翻过来。无啦，我的能力袂当安尼用。对，伊的迄个范围应该是伊会搁较快。哦，对。哎，哦，我有够搞，哦，安尼就有法度闪啊！哈哈！吃饱啊啦！啊，无闪啊，无闪着啊，无要紧。耶！
诶，哦，有。哦，这无法得，这真正袂好笑。诶，啊人咧？对啊，这真正有够难玩的，对，这有够难。安尼会使，好啦，有进步吼。喂，这什么意思？可会当安尼？嘿，哦，够过分。哎，对，食一个啊，这个，救命啊！哦，哎呦，哎呦，耶，哦，是安尼哦。人做会喂食啦，这是啥物？哎呦天这是啊！要哪闪？虽然看无啊，不过看起来有够超呵，摕较离知影。哦，需要补货，啊，毋过我无呢，无物件通食呢。我嘛都想要补货啊。Oh no no no！ 我想看卖，到底会当个啊啊啊！继续拍拼吼，一定是愈来愈进步啦。无代志。嘿，嚯，嚯，哈，对啊，太遮困难。哈，哈，哈，啉一下茶。哇！好，先洗身躯，豆豆仔洗吼。这个天气，就是爱洗好舒适啦。
徛较离远，伊会甲我提醒呢。水。哦呵呵呵！快回来！呵，诶，人呢？哦，天啊！对啊，伊逐招拢做假路的，好无？可能干那即个直接甲人食的吼，无食着，了无算是遐假路。哦，其他逐招拢做拗步的，好无？甲扇喙配嘛无效呢，伊嘛无咧，无啥物反应。应该就是陪鱼啊做高的啦。哦，这支手真正是，这到底是？啊，我知。哎呦！诶，我唔知，这是要安怎闪啦？对，面皮厚。哦，哈哈，伊甚至无任何的迄个，甲我提点，讲会使安怎？就比如讲，伊嘛无讲伊的弱点是啥物对无？嘛无甲我讲要安怎改变。哦，我甚至毋知影伊个手要安怎？要安怎闪才闪会过？哦，是毋对。对，真正是无奈。哦，真正是会受气哦。好啦，来啦！还佫是手。
呀呀呀呀呀呀！哦，嘿，对啊，我哪会感觉家己扇喙片嘛，无啥物效果。哦，加咯，有够加咯。嘿，手头准备。来，把过来。呵啊呵啊哈，呵呵呵，这到底是啥物货？这到底是安怎想？这到底是啥物意思？伊讲一下涂骹，我就死啊！我是会当创啥啦？嘿，哈，哈，嘿，哈，滚，哦，差一点啊！跳过，形象。哦，弹伊的手哦。哦，好，小等来试看觅，听起来都有道理。啊，够烦的。哎呦哎呦，哦，这真正是袂好走过去的我操！
超过分！哎呦，哦，这真正有够超过，这真正会生气。这太有可能啦，真正无可能走遐远呢。哦，来退步啊，对无？是毋是有退步？哦，哎哎！哈，哦，刚一波袂使安尼一直用啦。哎，啊，过来。哦，无介意这个声。来，甘妖舞。好啊，好。哦无看诶，伊上无嘛出一个声。好啊，来看拍2点钟，敢有法度？哦，1点钟已经过啊哦。实在是。退棍，破，嘿，哈哈，棍哈，棍，破，嘿，嘿，嗯。耶，哎呦天啊！哦，这一定有法度。嗯。哎呦，啊！
伊旋暗暗，我即摆拍甲足多诶！哦哦，喂喂喂！这是有较过分诶！哎！过分，真过分！哎，这嘛过分！哎呦！这根本就无可能！哦，这根本就无可能闪啊！啊，伊在讲话啊！啊！好，无要紧。哦，哎呦天啊！啊，也是我会当哭落，我会当哭落对无？哎，我想到哭白了。哦，我会使安尼哦。原来我会使安尼。哎，安尼应该闪袂过吼。若做安尼佫闪袂过，就真正是有影超过。你讲啥？哦，哎！啊哈！各位观众，对，原来会使变身咯。头一摆会知影，伊是毋是无交代好清楚？哦，伊这教学，伊这教学做了无介完整。对，加载。哎呦！哦，拍咩来啊？哎，咁妖
无吼，真好。哈哈，呼，先吹配，先吹配。哈嘿，呼，我想想啊。哦哦，这应该是袂虎甲弹哦。哎呦天啊！啊，冰心嘛无法度。后摆还是家己弹好啊。好，安尼我知，我就是爱固定留一边的迄个炮仔是专门咧弹伊的手的，安尼应该较安全啊，应该要安尼。看卖伊咧创啥？毋知，看无伊咧创啥。呵，水。好，行较离知影啊。足疼！救命！我摕袂着吼。哦，摕着。先去会。哈嘿，啊！好，有进步。啊，毋过还无法度拍到一半呢，半条血都拍袂了吼。好啦，有较掠着迄个感觉，哦，安尼应该是有机会啦。哦，啊，这我也无爱拍。直接过就好啊，好无？try through 啊晚，我毋知影你的名，敢是安尼读？欢迎你来，敢是初见？应该是初见对无？初见平安，食饱未？多谢啊，这个肯定，我嘛感觉应该是有进步。会使啦，有感觉愈拍愈，应该是有愈拍愈紧啦。安尼应该。豆豆会过啦，可能搁互我1点钟，应该会使。闪较离的会使啊。哦，我有乖，我有闪较离的。好，高闪，
下一页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对，上好是歹讲了，我就随到去哦。啊，徛较低，徛较低好。来，即摆搁是创啥？啊。哦，无介意的声。哎呦！啊，敢妖有哈？敢妖有？哦，有大手棍，哎，无代志。哦，很酸哦。这个嘿，啊，请着，哈哈，无菜。啊，加油好，多谢多谢，我会加油，一定加油。我嘛希望会当赶紧通过吼，无大家再看我伫遮，一直互伊拍，可能嘛无遐好看着。哎，先吹配，先吹配，是，拍互你死，怎么你死？啊，这就是迄吼。哎哎哎！伊想要无反应，好把紧。那是这个时阵。啊，小换，小慢啊！
应该无啊。水。无插管呢。安尼有。无啦，嘿嘿嘿，无。哎，甲先水配咯。嘿，先互你死。形象嘛。啊，系啊系啊。Ruby 下班啊，恭喜 Ruby， 会使来看我，互鬼拍。哦。外口咧落雨，安尼爱小，安尼爱注意，莫压着雨。即个天气，若是压着雨，可能干。哪只歹？你只歹咧！我会笑死。对啊，健康要紧啊！来啊！嘿，嘿，嘿，哈，哈，有啦，哦，看起来即摆会使，若准无发生啥物意外，家己甲家己，家己用一个 flag 吼，小等就知影。对，够旺啊！这敢是上尾一个旺。我咧创啥？救命！完了。哦，这无法度过哦，原来是安尼。黄飞先吹配。哈哈，嘿。啊！呵呵呵呵呵，无要紧，有进步，有机会，无问题。来，赶紧。哦，以前是无共的是，听讲伊就是一直有咧改版啊。对，差一点啊，应该。有掠到对啦，有掠到迄个规律，哦，应该是加足稳的。应该毋免5摆，上济应该5摆，应该都会通过哦。会使，一定会使。
多谢大家的肯定甲支持啊！已经开始咧讲迄个啥物这种的感验啊。对，美角拢有掠着啦，徛较厉害。哦，这嘛会互弹着，好，安尼后摆就莫徛遮就好啊。等下等哦。嘿！嘿！先水杯。嘿！呼！哈！呼！嘿！这个哎，无啊，好。多谢医酸哦，我嘛相信我会通关。对啊，迄就是咧扇嘴皮啊！啊，好，无代志。嘿！加油，断身！呼！嘿！哈！哦，哎呦，这样噶！嘿！哇！较远的迄支就拍袂着。毋过伊若像是固定的对无？伊应该是固定举迄支手。好，安尼我知影。青色迄纸是啥？青色就是伊若像是扣血扣到一个程度的时阵，伊就会举伊的正手。啊，伊的正手家己的一条血条，甲伊的头分开的。啊，我若是无甲伊的手拍掉，伊就会像头拄仔迄。用一招足疼。毋知安尼敢有回答到你的问题？这先传互边。对啊，伊真正皮有够厚呢，面皮嘛足厚的，足侪凹波。伊个会叫细汉的，对，应该算是大招啦。就是伊一世人干那2摆迄种大招，我毋知啦，我是记得讲是小等可能倒手嘛会举起来。不过头拄仔干那有用正手尔。
啊！无代志。差几点嘛的？会当安尼哦。先吹飞咯。对，头拄真正是用关变数，毋过伊变数有一个角会当穿开啦。嫌我歹，你会当导航啊，对无？你想要无爱导航？哎，过分啊！哎，安尼拍嘛是拍有呢。对，迄蓝色的啊，另外一只手啊。知晓会付哦，无我会哭出来哦。贵用若是导航，安尼真趣味啊，对无？是安怎？我无了解是安怎，我头拄好，徛较离就徛较离。我今仔日会使过关，应该今仔日应该是有机会啦。先闪才讲，该偷拍。小藏什么意思？有应该即马来去了，安尼我该定心，拍较长租的哦，拍较长租嘛是会使。无，我是感觉胖炮无力，啊，直接冲佫较无力，我是安尼感觉。哦，啊，毋过当然会使冲去扇一下喙皮，这是一定爱的啊，一定爱甲扇一下喙皮哦。啊，来啊，一定的，我上讨厌。啊，你安尼人是安怎拍？啊，你安尼是叫人安怎算？这一定无法度啊！即摆知影伊的手应该会举，可能会举3摆。啊，较麻烦的是迄个规定的啦，
规定呢较无方便，较个人玩，较无好处理吼。无要紧，豆豆仔知影美角啊，对，拢互伊耍，无要紧，拢互你耍。哦，要画细汉的就画细汉的，哦，啊要举你的手，哦，要用迄种无功利的，哦，无要紧。啊，赶紧逃跑，逃跑。啊！天！消摊。哎呦！放手！啊，拢互你耍就好啊！啊，酸啊！即摆会竟然比英国不堪比到，哦，嘛有可能是因为我的困难度是选上困难的，真正是家己想甲。叫是家己做搞，其实家己无遐搞。啊，无设计促销啊！哦，阿酸头拄咧困，这就是真正是爱困饱，无会无欢喜呢，对无？哎，当安尼咧，对无？你让我开伫遮？阿酸的名安怎读？哎，这请阿酸家己解答。
公平。哇！哎，有心太来。啊，无设计到啊！有心是讲啥物物件恐怖？即个鬼哦，啊是我，啊是你的胃。无要插地哦，无时间。啊，无摕着。对啊，我嘛感觉袂恐怖吼，就是足烦的尔。就是哦，伊的即个阵法真正是无讲武德啦，真正是无讲武德。啊，就会互你做气落的安尼。你看迄妖怪，甲你共款的。我雷较接强，敢会改善？我唔知呢。啊！无用一个看卖。哦，伸出背有效哦。啥物合作就先哦，就先比这个鬼较高级有影啦。来叫细汉的啊。甘妖哦，意思是形容我雷，啊，加伸出配，安尼伸出配较有效，有影啦，应该是吼，好。安尼小等先吹过时，先会记你用我。好，多谢提醒哦。盖子，这这应该啊，较里边。要串哦，今日困超过18点钟，安尼真爽呢！我足久无安尼困啊。恭喜恭喜，你有困饱，听起来有够饱迄种啊！五雷爱。好。
啊啊啊啊！赶紧赶紧赶紧！啊，无设计促销啊！啊，无闪到啊！过来一摆，救命！哦，无困饱是互叫精神来食物件，所以你原底是要困24点钟的意思。困眠障碍，困眠障碍。想看卖哦。最近有看到一支影片啦，有一个有一个 YouTuber 叫做哥的，毋知哪会敢知影？最近有一支影片，就是咧讲迄个美军的困眠方法，也是讲两分钟就会当互你，2分钟就会当互你入眠啦。会使去查看卖，我毋知影敢有效，毋过就是对，会使试看卖。哦，昨早时4点才困，安尼到即嘛，对啊，差不多。做下无，我都哪拍哪算吼，歹势，真正是，拍即只的时阵，差无就输课哦。大家离开。啊！哦，来了。剑脆配咯！妖物应该无啊。4点，我知影对后生仔来讲，有个人感觉4点无算是哦，原来是困袂去。我叫是你是读册还是安怎？哎呀，毋过即摆人压力都足大诶吼，有诶是做工课，有诶是哎呦，扫着，有诶是读册，足侪人拢无遐好困。水。嘿，哈，嘿，哈，嚯，嚯，嚯，滚，
阿杰先困，我会加油，多谢。对，文聪，好面，祝福你好面。啊，来看卖哦，啉这人创啥？无换倒转来好啊，飞机其实嘛无咧用。好眠暗安。好，跳过。食较离好，嘿，嘿，嘿，哈，嘿，嘿。我是个饲着，我嘛毋知。我坏的啦。哎呦天啊！无插我呢，我有饲迄个，我有饲迄个冰丝的，所以无插。我紧。只，有闪嘛，有闪过啊。耶，欢喜先水果。哈，呼，哈，哈。这真正是超过啊，超过啊！哎，好，我紧，再来一摆。先调整一下，安尼较对。啊，亲着啊！哈哈哈哈。调整。我应该是对，我原底要开门，无细时饲着迄个大梗的炮啊，就互迄个女鬼掠着，毋知影迄女鬼有够强，毋知影是安怎迄只女鬼就是，互伊卡着就会直接死，毋知影是咧死过还是咧创啥，直接甲你死甲死。
哎，救命！无代志。具体是咧创啥，我嘛毋知。卡卡哩，会哦。嘿，嘿，破破。食炮啊！对，毋知影是安怎迄只互懵着的直接迄个，直接有种恐怖。哎，好啊！哦，好来啊！嘿，哈，嘿，哈哈，破。可是哪一个？好，这你去无赢，无要紧，我加油，我一定加油。今日应该是都有机会啦。嘿，免烦的。哈，哈，破，嘿，哈，破。哦，阿优，好，安尼后摆叫你阿优。嘿，阿优再会。阿优这你去无赢。要感谢大家来捧场，我知影大家人拢做无用。嘛要注意休困哦。嘿，嘿，哈，破。过分啊！
迄其实嘛有一个声呢，啊，毋过爱斟足听才听。啊，关键这我是试着声。这边安怎迄个？哈哈。啊 ，keep clear，OK。啊！惊着，叫是个安怎？抢掉！对，我嘛感觉迄乌乌有够讨厌。啊，我都偷拍啊！好啊，不好啊。看这个，哦，我竟完全无生气，我完全无生气哦，我是做有耐心的人，一定无问题。好，来直接继续来调整一下就出发。好，调整好啊，来出发咯。好，跳过。来。以前都无互我起来，无要紧。来，继续。哎，来，好啊，用架吼。先吹破喽！来呀来呀！哎，前撞啊！
在有闪过，无我会生气。过来。看较厉害。加载。无厉害。啊，你我会歹势，雄雄互学了，已经拍做一摆啊，无厉害。哦，我尽量，我尽量。较厉害。我会加油，我会加油，一定袂辜负大家吼。阮任务你第一好啊！这问，若准问就是好。哦，会使用阮任务第三条歌。欢喜的时阵来一杯，无欢喜的时阵嘛来一杯。透早一杯，中昼一杯。啊，现在是这边，你毋是拢为另外一边先开始。迄间好啉的茶毛手嘛，茶毛手够好食。哎呦，快过来啦！你遮侪人拍我一个，敢袂歹势？对无？我著要无会啊！我食一个。简直是救命！啉落去，唔通流开。闪袂过啊！徛较离好，徛较离。哎呦，无细字吼，哦，安尼袂使。啥物拢看无？你遮歹咧！啊！好，无要紧。OK， 冷静，冷静。好，调整好势。迈过来，无时间插你。补习班对面的地毛有一个，哦，这什么鬼？这什么鬼？这大头鬼？这泰国鬼？这讨厌鬼？无你甲迄个店员就看卖伊的班表啊，看伊当时有上班，啊你才专工到 Ruby 约迄工，看敢袂使？
对，伊真正是哦，互我拍足久呢。啊，毋过嘛是我家己迄阵毋知影是安怎选上困难的，才会用遮久。哎，食泡啊咯！哈嘿嘿，嚯嚯！卡卡里啊，卡卡里耶呵！哎，伊选咧甲我叫呢。哇，常常叫我一个字，哦，安尼足歹势呢。袂使后壁叫呢。哈嘿哈！啊，救命！嘿嘿，混！哦，这真正无法得。哈嘿嘿，哈混！哈！就一个紧张，上无心情的较好。哎呦天啊！真歹咧！啊啊！哦，加材料的。
对啊，到底会送咧歹？以前我无爱乖乖互我拍就好啊。哦，sweet， 哈哈哈哈，干嘛呢？哎，水。先吹杯，嘿，啊，先回去。嘿，嘿，好，卡卡里好。哇，大家紧张哦！我已经开始无感觉啊！开始死就是定来哦，已经开始惯死啊！有鬼，有足侪鬼！倒一支手啊，这支。哇，安尼袂赴呢？哎呦，哦，袂使安尼啦。刚才有闪。无，嘿，这才是真正的模考，有影。这嘛真正有做考验迄个耐心。会使，应该会使。剩一滴啊的货吼。来，吹过来。啊，欠拍，啊，伊直伫遐叫细汉的，啥物意思？太有人叫无安尼算，你安尼叫人要安怎算？来，弹互你死！所以，即马袂当讲稳吼，伤早。卡在，会使，差一滴啊！来，先吹开，啊，袂记你徛卡里呀！啊，救命哦！凄惨啊！无稳啊！系啊！卡里，唔对，就是迄种感觉无唔对。啊，请对，有够好笑。啊哈耶！
放炮啊！耶！紧走，紧走！早就应该爱走啊！鬼王还袂死，袂去死老去啊！哎，你袂走，搁爱拍哦！哦，我无爱。搁爱拍呢？好，即摆开始是 Parker 对无？开始是考验讲要安怎上去。多谢大家的恭喜。哦，毋过我毋知即摆是啥物意思。若准无意外，一定会有意外。我先看觅看遮敢还有几好啊？哦对，有听讲伊是参考迄个民雄的。哎，遮有一只呢。哦，迄足远的对无？安尼莫插。搁动一个。毋过我毋知影要安怎上去，要安怎上去，可能搁爱开一点仔时间研究一下。迄边袂使，就即边。哦，嘛是袂使。这边哪上去？感谢大家迄个恭喜甲祝福，哦，我嘛足感动的。敢有足恐怖？我嘛毋知呢，毋是迄种恐怖，毋过就是伊真正是足无功力，咧拍的时阵真正是会受气的迄种，就会感觉哦，拢互你算就好啊。我感觉这比相拍更较困难。哦，有啊有啊有啊，对，安尼应该是有咧爬上去啊。那有一个正常的囡仔有法度行即种路啊？而且我搁看无迄个，我要安怎出去？看起来你要到啊！哦，我敢是爱为外口安尼设一链，敢真正要安尼？哦，毋免啦，应该毋免。什么意思？金门大户的专家啦，有影。对啊，他有一个正常的囡仔教呢，哦，爬到遮悬，哦，敢还无够？哦，我搁爱找路。对，这照正常的物理来讲，应该是早就已经摔死啊！我是毋知影伊是安怎有法度徛伫即种所在吼？恁看哦。伊一只骹，伊干那一只骹是踏伫咧窗啊、哦，另外一只骹根本就是咧踏迄个空气呢。大家有看到踏伫空气顶悬哦，伊这大家敢有看到？好啦，啊，我知，一定是叫我踏伫即个窗啊吼。哎，毋是，啥物意思？哈？伊到底是安怎入来的？这根本就无符合正常的物理呢。爱为倒位啊？对啊，安怎有法度安尼变过来？真正看无。而且这嘛找无路呢。哦，夭寿！
来看卖哦，下骹嘛无法度吼。安尼一定是位外口吼。嘿嘿，哦，若是迄个条啊，哎，摔袂死，啊，呵，我已经毋知影要讲啥，干那会当应好，干那会使应好啊。哦，为遮嘛对无？这几楼？头拄迄4站的款。哎呀，伊都毋是正常的囡仔吼。伊拢会使甲鬼王电甲叽叽叫啊！哦，这哪有声对无？这开窗仔是要创啥？哇！我叫是我是咧耍迄 Assassin's Creed 吼。哦，The Leap of Faith。安怎跳都袂死。啊，我煞袂记只爱为遮来。哎，跳袂出去。现在我都徛伫即种所在，伊甚至规个人是浮伫空中呢。好，过来一摆。哦，后摆看我耍 Assassin's Creed 哦，迄会使耍足久呢。啊，毋过会使，我感觉毋过，搁爱等伊出新的对无？到底爱为倒位出去咧？研究一下。无啊，看起来拢袂使呢。哦，哈？甲窗仔关起嘛，无啥物意义对无？对，无啥物意义。Jump King， 嘿嘿，对呢，我感觉我即摆咧耍 Jump King 呢，无设置就会跋落来，无设置就定来。这到底敢有法度？无法度。这是叫我安怎上去啊？有楼梯，原来是位内底哦。娘喂，哪有一个棺材伫遮啦？哇，想几半步，观察，先看观察。我倒入去，好，无要紧。上顶悬敢若鬼王。哦，鬼王留一个。哦，我叫是鬼王留一张被，互咱的花王。就讲我先来去，后摆有机会再拍，还是啥物多谢指教吼。敢若是手尾字呢？手尾神哦，好。哇！哦，到底是写啥呢？这个批有我的名呢，这敢是妈妈留予我的？这是啥物声啦？ 啊！
哈？哈？救命！地藏王救命！对啊，头拄迄到底是啥物意思？我嘛惊着呢，我看无呢。头拄迄是安怎？哦，伊变阿公啊，你有可能啊，毋过伊互伫入去了后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哦。啊，这条好听。灰红的，啊！哇！对啊，灰红的，灰红互抓入去了，到底是安怎啦？安尼看无啦。伊嘛咧跳舞呢？这古锥呢？这只古锥。哇！有可能呢。就讲请因来甲伊救哦，原来是安尼。看起来是耶，看起来是这个意思呢。哇哦，真正有够酷！用敢若一个舰队安尼。就是日本的迄种战队的感觉，哇哦，Ruby 都漂亮。哇，第二现在毋较早来。真正是这真正会当直接做迄个，直接会当做迄个，叫做啥？找人的广告，就是观众秀吼，找无人来做，就放上这支，就恁看卖，足请呀，足缘投，大家来，这好看，好。对，一开始请因来，就拢毋免算，完全免算。伊做古锥的。阿嬷有交代，紧，菩萨，我甲你讲哦，阿嬷讲伊咧等阿公，拜托我来甲菩萨讲，菩萨，你帮阿嬷找阿公好无？阿嬷人足好的哦。拜托菩萨啦！灰熊真正足古锥啊！灰熊啊！灰熊啊！灰
哎呦，阿嬷足想你哦，阿嬷多谢你哦，菩萨帮我找到老啊，咦，这就是我甲你讲的花哦，足巧的。老爷嘛做古锥的，阿嬷无啥物经验栽补互你，这个护身符互你啦，保庇你吼身体健康平安大真正要哭啊！阿嬷甲老爷哎呦看到啊，你就好好照顾家己吼。嗯，哦，这会当拍电影啦！这拍电影，我一定伫迄个做啥电影，我一定伫戏院内底一定直接哭出来。我甲你讲，再会咯，哦，即摆已经咧偷偷哭啊！阿嬷，哦，我咧做梦吗？好幸福的。哦，啊？可真正有哦！咦，哦，古锥，阿嬷，无要紧，大家做伙哭吼，拢有伴吼，做伙哭无要紧。哦，啊，有介意即个故事？哇，感谢，感谢恁救解阮的灵魂，对啊，我们来其他来投胎的拢有甲画出来。哦，原来有即种电影的感觉。好天花开花开时，这推荐互大家，真正是会使，真正是会使家己体验看卖。对啊，会期待呢，会期待想讲若是会使做，其实嘛无一定是做，可能做电影啦，即、个剧情的迄个量，可能做电影会使。啊，若是有要写搁较济剧情，搁较济故事，感谢恁这若是要变做迄、个。甲你做人做鬼，拢要变做戏出，应该嘛会使希。望后世人能够做翁仔某。哇，这真正，等下要补头前，好辛苦啊，辛苦啊！几只加只鸡真正啊！哦，对，若是电影我嘛会想要去看。有做做语言的，较可惜是无台文。希望因以后，希望因以后吼有机会会使看敢会使翻做台文。袂歹，而且我感觉因足厉害的是，因即个第一集出了吼，因就是即个第二章就是免费的呢。这其实我感觉足无简单的，好，是毋是会使来迄、个？哇！会使拍第二章啊！今仔日原底就想讲，上无算到11点吼。咱看起来还有一寡时间，
会使来算一个第二种吼。好，安尼咱来。好，即摆算普通，学乖啊！即摆算普通就好。哦。1963年的台湾，9年前迄阵代志，嘛恢复平静。就送个先啊！一天下晡，庙口埕来一位青婚的查某囡仔。辉煌大汉啊，原来毋是。学乖啊，学乖啊，毋敢啊！不要讲，真该不要讲吼。小等去倒位？啊，是甲面着啥物？哦哇哦哇哦！后面豆腐豆。小等，你唔通入来，你唔通入来。是的啦，你的代志伤严重啊啦！是安怎是？有头拄迄画面有像。我无法度处理啦。哎呦！拜托，爸，请你离开啊！我真的是足歹势啊！求你斗相共好无？请你叫阮亲人，请叫阮小妹。他就是要安怎才好？菩萨啦，我替这位新女甲你请示啊！菩萨，你若是有知的哦，请你予我一个香杯。菩萨，你着代主代悲啊！这件代志已经造成伤过啊！这位新女着唔愿放手，还佫伫为因厝内底人走动，我感觉真唔甘咧。所以我是来请示菩萨，看这件代志敢还佫有挽救的机会啦。啊，还佫有机会哦！既然菩萨都安尼先讲啊，菩萨啦，啊，因也唔敢要带兵将过去。啊，唔免带兵将哦，真正要安尼哦。因也带这个查某囡仔家己就去了庄仔头，安尼真是安尼，请菩萨给我送香杯。也真危险呢！一个查某囡仔人，哎呀，这位新女，你听好哈，菩萨指示，叫你讲爱去一个庄仔头，要将这件代志甲化解掉。是安怎我爱去迄个庄仔头？菩萨讲哦，恁爸母自早就过身。明天莫安尼无依无靠。应该不是安尼啦，应该嘛是会斗相共啦。你哪拢知影？菩萨讲哦，理想嘛还佫有救啦。啊你敢要去？还佫有救？敢听实嘞？
菩萨都安尼先讲啊。我愿意，只要会当解决阮小妹，我啥物都愿意。好啦，安尼我就甲你讲，迄个郑阿头伫倒位。哇哇哇！毋过是安怎爱伊家己一个人去？敢无要娶火王啊是？做无简单，才甲火王训练起来，竟然无要斗相共。你的代志严重，袂讲无想要斗相共。敢袂当来拍鬼啊？哦，妖袂。就这样的所在，看起来是安怎过一片电脑才会当入去庄仔内，感觉足阴凉啊。哦，啥物拢无，啥物拢无，真正啥物拢无。好，应该是袂安怎啦。敢是我目睭火气啊？头前是有乌鸦咧叮当，是啥物？倒位啊？足恐怖的！哦哦，我不管啦，小妹，爱姊一定爱救你。哦好，捌得啊？袂使，无我捌。啥物意思？这啥？应该是哦，应该是这位小姐来拍鬼哦。免惊啦，小等恁都甲拍拍咧，对无？小等吼，都变做是因爱惊你啊。这敢会当淘汰？会使。啊呜！迈过来，是咧哦。毋知影囥偌久？哦，对呢。迄是啥物？啊！莫过来，莫过来！哟，伊个头，哟，哦，你是啥？哦，你是火王对无？哦。哇哦！哇哦！哎哟！歹势，你无代志吧？哎哟！无代志。高中生？做啥哩？哦无，可能高中生。你总算来啊！我等你真侪年啊！这应该是火王吼。你好，我叫做林火王。哇，有缘投诶！你伫咧等我？生做介缘投呢？哇哦！哎哟！哇哦！这啊，缘投！哇，真是缘投！哇，生做安尼个会晓拍鬼？哇！啊！哇哇哇哇 ！Oh my god！ 交了啊！我叫吕翠玲。你敢是遮的村民？村民？毋是啦，我毋是住伫遮。
我哪会感觉你拢是安怎恁班拢生安尼？无啊，袂当安尼比好无？这内底想要热烟斗，就会使甲画做热烟斗吼。即个庄仔头已经无人啊，会使讲是拍远啊。那安尼你一个人伫遮创啥？遮足恐怖诶！即个庄仔头以前是我的故乡。啊，即个所在以前是一位道长的厝，有真侪道家的册。我伫遮家己学道法已经几啊年啊，有闲我就会来遮看册。你敢捌想过，就是你会使甲册摕转去读，你就是来一摆，加限一寡册，你就无需要伫即个拍远的所在，家己一个人，家己一个人豆豆啊，安尼读，有够恐怖。我嘛叫是女主角要来拍鬼呢，敢是这火王小等会甲伊教？是安尼哦。遮进前敢有发生过啥物代志？是安怎规个庄仔头会变到即落款？啊，天才啊！真正是天才啊！真久以前，即个庄仔头去人屠杀，死真侪人，所以即个所在引起悲人，根本就无人想要接近遮。十几年过去啊，庄仔头才会变到即马安尼。我是尽我所有的能力去学道法，希望会当超度遮的孤魂野鬼。哇，真正是遮尔有理想的即个缘投才情的少年家，透有人无介意咧？连我都介意啊，对无？即几年拢无啥想到。物这都是爱一味的？你是讲都是爱？对，伊就是爱一味的，伊才无爱甲册早转去豆豆读吼，伊伫遮较有伴。哇，真正是哦！本来想讲是我的道行无够，伊直甲我学了八卦，我才知影原因。歹势，我甲缘投的少年家炸掉啊！我刷一个位吼。毋是安尼，我家己吼刷来遮，大家才看会着火王，好无？过去莫学白讲。今仔日会来一位贵人，而且这位贵人敢若就是你。我哇哦，多基！你的面头前哪会搭一匹乌物？系啊。你稍等者，我先甲你的状况摸清楚。对吼，真正缘投哦，甲惯性通比的哦。你咧创啥？恁兜的人，你的小妹状况无啥好哦。你是安怎知影？哇哦！我会当感受到你的业绩，冥冥之中甲你牵来遮。注定要相拄的。这个业绩已经严重甲影响到恁兜的人啊。你的冤亲债主应该就伫咧遮。而且伊讲话佫介温柔对无？真正，Oh my god！ 阮小妹就是因为即个原因。Oh my 头家所以！Oh my god！ 应该就是 Oh my 头家对无？我的头家是一种 God， 所以应该无毋对。这是啥物情形啊？发生啥物代志？迄个方向来一个人，规身拢是鬼怪的气。我看到伊啊！要甲拍哦！外表看起来是凶神恶煞，气场散发着恶的气。伊捌看到我，伊是一位世外高人。啥物货？恁两个拢伫阴暗过来，我咧想，应该毋是巧合。毋是巧合哦。伊应该甲你的业绩有真大的关联。反正伊就是你的冤亲债主。这是安怎？决斗，直接相拍解决问题。伊哪会家己讲遐尼多？也毋过我的代志拢会讲甲对。
那安尼，我应该安怎做才好？敢若会当去找伊较认清楚。但是咱嘛是要小心，这位高人看起来真危险，咱嘛是要摕家私自保。摕家私咯，摕迄支哦。对，费用真正是，安尼真正是会甲人惊着啦。道长，这支剑甲你借用一下。哇哦！哎呦，但是要安处理啊？真相还袂查明正前，我袂当出手啊。但是对方若是一见面就拍过来，我安尼毋就是插手啊吗？哦，安尼就是叫伊家己去啦。安尼对完整制作一点仔帮助拢无，敢若会愈舞愈害，敢要互伊家己去问，但是伊嘛无能力处理。哎呦，这是要安怎办啊？阮上门时间无偌济啊，我陪伊伫遮戆啊等。费王连咧烦恼的时阵嘛是，就是搁缘投搁古锥的感觉，大家敢有了解这种感觉？看一个温柔的缘投仔兄伫遐烦恼着，而且是为你烦恼呢，既然阮小妹还阁有救，那安尼，我着家己来。缘投，甲剑互我。毋是叫你用抢的。你创啥？今日有一位庙公讲，阮小妹还阁有救，叫我着爱入来这个庄大家了解，真正多气。无啊，我的心已经袂振动啊，倒位的庙公？倒位的庙公，可能嘛是你的庙公呢。地藏庵的庙公。你是对地藏庵来的？庙公佫讲恁小妹佫有救？对，伊摕我宝贝问地藏王菩萨咧。既然安尼，菩萨已经答应要甲你斗相共啊。紧甲伊教咧，伊就会当家己去处理啊，对无？这种歹化会完成制主，干那请神明来做主，我才会当对边仔甲你斗相共。你等我一下，我来请神看卖，敢会当帮你创啥？好。我过来，互大家看较清楚诶。上言福玉，随气应允，老天海角骗妖门，咧成真来临。哪会遮奇怪？哪有奇怪？三步北境，哇！伊读这嘛有够迄个声结界动画。明明就是一个高中生尔。报喜降神，哇！宝座临现。遮因兜的道士倒位找哈？九天玄女娘来啊！九天玄女，有请九天玄女娘临坛。哇！这应该招入心当这算啦。发生什么代志？这应该招入心当这算呢。原来是安尼。九天玄女娘娘讲，大家你顶顶一世人去梦名，名换作乐贤。乐贤？伊个穿安尼，真正是入心。剑那变遐轻，轻甲袂输前时共款。因为你是入心啊。变轻，是娘娘将神力照予你，你的力变大。哇！
对，但是心就是安尼。这危险了，你莫安尼乱喷啦！哇，完全是单如心，甲物件用好歹的时阵，就会做欢喜的。也毋过我袂晓用即个物件，安尼喷对呀。安尼阁无够，我会甲你斗相共。嗯，我会分灵出来，帮你施点招式。我可以当安尼哦。分灵。无量分身。哇！我的手哪会家己会叮当？哎呦，你哪会啥物拢会晓？你做啥啦？安尼就会晓啊吼！哇！行，咱来去看是啥物情形。免烦恼，我甲娘娘会甲你斗相共。哇！好，这真正哇！多谢恁斗相共。因豆糕有淡薄仔超过哦。好，来顺的，会使捡符啊。哦，看起来应该是咧操作翠林。来，这当创啥？哦，哈哈。哦，水，拢起咧。哎，对，惯性咧操纵花王咧操纵水灵，无毋对。外面哪会变甲遮热热？闹热，闹热有影。遮个人会看，哪会看起来拢怪怪？翠玲，迄阵拢是孤魂野鬼，你毋免见怪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拄则讲过啊，我的魂灵会对伫你身躯边。哦，这是道家的一种法术。讲到我足乱呢。哦，有无共的迄个哦？啊，安尼爱读一个。啪，九弦天母，送互的名。九弦天母，正平，倒平，正，好，这就较困难呢。对，这真正无要紧，小等才来读。跳舞，这是跳舞足难的。哦，看起来袂歹呢。哦，哇，搁读一个。要安怎读？敢有学着无？试三摆就是迄个嘛，基本的。啊，正的，就是百花归下。嘿，哈，大概是安尼。哦，伊行路个会摇呢。好来，你是安怎甲我拍？敢毋免回事咧？你是安怎甲我拍？
大概是安尼。搁读一摆吼，搁有一部是啥物货？正兵、倒兵、倒兵、倒兵。随时会当，好，试看觅。正兵、倒兵、倒兵、倒兵。正兵、倒兵、倒兵、正兵。毋对。正兵、倒兵、倒兵。袂记即啦。伊袂当走。哦，这是啥物？上甲我拍，家在有香蕉通食。哇哦！袂记一啦，搁读一摆。哦，正兵、倒兵、倒兵，好。会晓啊！好耍。小看会着。我是要安怎？换搁变 Jump King 啊？还是我爱甲？还是我爱甲？还是我爱甲？无法度呢？无法度甲站。好，我可以当创啥？我会当设一连找路对无？无要紧，这嘛无路吼。对，这嘛无路，跳迄个舞哦，好跳看觅。无啊，这看起来有门呢，谁都无爱惊这个门。无要紧，先跳舞看觅。头拄是安怎跳？安尼。无法度，伊会直直落来。应该是爱为即个门吼，我咧摇。无，毋是为即个门，头拄就是为遮来的哦，也是为即边，遮敢有路，遮有路对无？应该毋是安尼，遮咧，遮袂使，遮阿嬷兜啊。这是哪有鬼啊？嗷！看无啊，毋过哪像做厉害的款。最近的香蕉好食啊！最近我无食啥物香蕉。对，火王你爱家己教呢，一般的人拢无法度安尼，四界八呢。火王你搁想看觅，火王救命！土地公庙哪变作安尼？我进前来过好好啊。哇！对啊，是安怎拍来会有火啊？敢是最近互讲歹的？敢是你无设置甲不好歹的？毋知影，哪会有人做即种代志？火王，你哪会遮激动？这位土地公真慈悲，细汉的时阵捌甲我，搁有甲庄仔头内面的孤魂野鬼斗相共。我一定要甲土地公找回来。哦，这啥？这敢是敢来当用一摆啊？敢是汽水无去？好，喙啉好。
拢你啦，拢是你啦，拢是你。无，这无，这是啥？迄敢是鬼？毋是，哎呦哎呦，迄是人。但是树仔顶头有吊索啊，真正会出代志呢。咱进去看卖啊！毋是，迄涂骹拢起水，迄看起来是酒呢。这个米酒吼。袂记你倒一罐有啉过。哎呦哎呦哎呦！你是谁啊？你是谁啊？我是谁？你阁是谁？原来是你哦！哈？害死全村的人！你咧讲啥？你阁敢入庄来哎呦啊？哎呦哎呦！你哪有这个面啊？我要互你死！收啦！哇哦！嗷嗷嗷嗷嗷！这应该是完成这组的部分对不？救命！不这顿是咧创啥是我啊？害的啦！你莫怪我，我嘛唔知会变成安尼啦。是嘞，你帮我说好无？对啊，看无？只是一个酒鬼。你拄则讲的，敢就是伊？毋是，方位毋对，而且我从来毋捌看过即个人，讲嘛奇怪。伊遮有名呢？伊真出名，你无看过这个人哦？故意拢袂甲伊攻击。啊？哎对呢，这厉害呢。咱伫路的爱搁加较注意一点。恁三个应该组一个战队啊！就变做那头拄仔迄个人咧救人的迄观众秀迄款，哦，都有够。哦，原来伊安尼甲伊叫是即个意思哦。对啊，应该真正是甲伊照伊的面来迄个较好耍。这啥？冤亲债主，我也是无啥了解。进前宫庙有来一位信徒，伊讲5年前开始家门不幸，爸母伤年去得着怪病，怎过身去。伊的阿兄去得着神经病，变甲空空笑笑，生活拢无法度家己处理，最后破病倒伫眠床顶。我嘛感觉应该是有负心，伊的人伊的面可能就是伊讲伊的情势啊是啥物款的，对无？对啊，伊哪像有请一寡较有名的人来迄个来，就是来斗相共啦。迄个信徒心力交瘁，来宫庙一问，才知影顶世人害死的人无去投胎。伫咧用世间等因，伊直到即世人因投胎转来报仇。甲阮厝内底的情形足像啊！阮顶世人敢有做啥物歹代志？歹势，我也讲毋知。天公伯啊，哪会安尼？伫咧代志查明之前，我袂当乱下定论。哇，缘投。对，听讲有辟位兄。我嘛有在想，我即摆药啦，我药讲伊可能顶世人是了白啊，是啥物的？可能是即类的，就是嘿，会当算讲是害迄个，火王的面我毋知呢。即摆要创啥？
哦，佮要来算这啊？好。台南要开始寒哦。落雨天。咱即摆目标是啥？我嘛毋知。哦。哎，无介意动头脑。哦，敢是爱来顶面，我才有金蕉啊！哦，敢是安尼？敢会因为安尼，因就袂使算拍鬼？哦，安尼有可能是超过伊的。观察一下，应该是爱来顶面吼。啊，若是爱来顶面，咱着爱甲因撒出来对无？爱对到这样。到底啊？安尼敢有到底？安尼无到底啊？现在无到啥？好，无要紧。对无？安尼敢有到位？安尼有吼？差一点仔就会使啊！好，安尼看敢会使。啊！敢是安尼？搁爱设一连，我应该是爱来顶面对无？这袂当杀，对，这袂当杀。无要紧啊，游戏需要休困就先休困啊，这无要紧啊，嘿，免伤过勉强啦，应该休困就先休困，无要紧无要紧，嘿，身体爱顾，身体才是上重要的吼。对，嘿，游戏暗暗啊，游戏暗暗，嘿，对，我嘛惊讲我会开伤久吼，嘿，袂安尼甲大家别派。嘿，游戏辛苦啊，游戏紧休困。好啦，今仔日嘛莫开伤久吼，无大家拢无咧困，安尼嘛袂使。这骨壳会当创啥？哦，对，身体爱保重。游戏暗暗，嘿，游戏紧困哦，游戏紧困。我嘛好啦，我今仔日嘛到可能11点半，我嘛着爱先
先叫大家嘛，爱去困安尼。对，游戏暗暗。这到底要安怎？啊，是我应该爱用迄个跳舞诶。打着铁皮那小嘛，打着这个铁棒啊那小嘛无法度呢，对不？来遮嘛无法度，还是我来遮跳舞，袂使。看起来是啊，安尼应该毋是安尼。奇怪咯。无我若毋是来顶面，我是阁会当去倒位。好，顶来一摆好啊。奇怪，顶管到底是有啥？对啊，迄有物件吼。哦，我来看卖。你敢是讲即块对无？顶面即块，顶面即块。哦，无咱来试看卖。搁有一个细粒的，细粒的伫遮，细粒的无法度撒，所以敢是爱安尼跳，一步一步跳过去啊？敢是这个意思？哦，那就会使呢，有法度飞遮远呢，哇哦！敢还有啊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好，来试看卖。这个塞到底，啊，塞唔着。哦，迄粒细粒的敢会使塞？一粒哪像嘛袂使？哦，敢会使跳？会使呢。哦，你哪会遮巧？原来是爱安尼跳。哦，安尼我。啊，总算是了解恁的意思啊！多谢大家。所以头拄是撒好耍诶，呵。哦，差一点啊。
搁来一摆吼。杀到另外一边，伊是安怎安尼？敢毋是讲即边？安尼咱爱甲细粒的，啊，毋过细粒哪像是无法度杀？哎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好，我的头壳无遐巧吼，可能爱想一个。安尼咱甲即个啊，毋是即啊就开始翕啦。咱甲这塞来食。塞安尼，看敢无法度行到遐去。哦，伤远啊！过来。毋好到底啊！可能等下定来。哦，会使哦。会使呢。哎，豆豆用跳的。过来一摆。啊哈啊嘿嘿耶耶！多谢大家，哈哈！哇哦！莫即马怀念啦！以后咧相拍呢？你在怀念啥？哦，这哦，是安怎小姐问毋免啊？这好耍呢。着喙林比火王搁较强的感觉。哦，毋过这嘛是因为火王大汉啊嘛，伊较迄个已经伤厉害啊。奇怪，我刷到这咁对。开始咧黑白用。思考一下，无我应该爱先甲即块刷过来，刷来遮，刷来即块伫遮无毋对，过来就是，喂，安尼无法度。安尼无法度过呢，哇！什么意思？什么合作我改味做古锥？什么意思？哦，敢是咧讲我做袂晓诶？哇，心角，无啦，讲笑。好，伊到底是欠倒一块？无，我哪有古锥？好啦，有啦，我有。到底是欠倒一块？好，我想看卖哦。
要安怎家己？这到底是？这应该是洋葱啦，我感觉这应该是洋葱。这我徛伫遮，嘛毋是发吼。我若是要家己，我做无想要家己拆分线。思考一下，安尼即题应该是，奇怪，奇怪，即题应该是伫，伊是伊厝边嘛，所以我应该爱安怎咧？我应该。对，这应该原底就欠一张，我咧想到底是欠倒一题，毋过若想毋知影嘛，无要紧吼。奇怪，我安怎甲？好啦，我知影啦，袂使安尼毋甘听。毋是，肠胃倒病。真正数学无好，伊应该有某一种固定会当干两题交换的方法，伊应该是有一种算是公式的物件，应该是会使找出来。毋过无遐简单就对。好啦，我搁想一个，可能真正是爱先暴力，甲伊先拆分线才讲。其实你要好啊，呢，对无？咱看卖啊。开始学白起。对，应该有一个规律吼。毋过我要无做认真咧找啦。对，伊应该若是4格加迄个有欠一题，迄应该是会当应该是当总结出一寡规律，会使用迄去算，应该是安尼。毋过即马无想要遐尔数学。我思考一下。好，我思考看卖你的意思哦。4个四角形，你有这个教学哦？其实嘛会使吼。毋过这就是较。无，就变做较无遐趣味嘛是会使。好，找规律，会使家己找，家己找一个规律嘛，较好算。
哇，是真是无使会晓。成为道平顶面，安尼呢？敢是即个意思？安尼敢对？刷来咱哦，即块是伫遮。毋过毋知影安怎甲刷位顶面。好，安尼就是找着规律，就会使一个一个安尼拼。哦。是毋是找着迄个？哎，无，好，思考一下。倒平顶面正确，即块啊，倒平顶面是即块啊，啊刷来就袂响啊。嘿，好，第二块即块，啊刷来咧后一块呢？若准刷落来是后一块，安尼就，哦，好，呵呵。正手边下骹放好好啊！哇哦！来刷来，咱来创啥？OK， 中空的，中空的。哦，你开始刷位进前，家己先想过一摆，哦，嘛对啦，确实是安尼较好。好，安尼我想看觅啊。放正手边下骹是会当，安尼是毋是会使开始来？无袂使。2号，哦，2号到遮哦。哦，安尼会使甲因两个拢，敢是安尼？
甲因，我想看觅哦。安尼咱就会使甲因安尼生吼。差一点仔呢。安尼咱爱甲，无改变吼。我想看觅哦。等下，即块应该爱伫遮呢。好像有一寡想法啦哦。咱可能爱甲安怎讲，爱甲即块插伫。喂，安尼毋对。原底伫倒边下骹的刷到正边下骹好，安尼。过来是毋是中嘛是爱空的？哦，好，后摆会使试看觅，直接用 Discord， 可能袂歹哦。我嘛有感觉愈来愈接近啊啦。中迄排上下骹先空的，嘿，安尼空的。伊的边啊，敢是这边，所以线来咱敢是爱甲伊安尼。哦，安尼应该有啊。
多谢阿叔，哇哦，呵，哇哇哇，呵呵，哇，总算是耶！多谢大家，多谢阿叔，嘿嘿嘿，呵啊，袂啦，袂。这里看起来敢若总报图呢。哦，总报图。毋知是创啥物物件？好，给大家看一下烟斗的火旺。对，阿叔哪会啥物拢会晓？嘿嘿。大家看烟斗的火旺。啊！现在叫是就心讲话。哦，头拄仔迄喙啉的声。好啦。嘿，摕着。哦，这虫啊，袂破哦。啊，伊敢会使跳？伊袂使，伊毋是火王。好啦，我看吼，今仔日可能差不多会使先到遮啦。哇，嘛算是比原底想要啊，比原底所想的有搁较久一丝啦。啊，好耍，好耍，好耍。好，多谢大家吼，多谢大家今仔日来捧场，大家嘛会使准备来休困啊。我著伫遮甲大家讲晚安啊哦。喂，你是咧创啥？伊咧跳舞，无要紧，互喙啉跳舞。好，即摆来点名好啊。明伟晚安，过客晚安，阿叔晚安，Mercury 晚安，阿酸晚安，Try Through 晚安，莉亚晚安，对，大家爱注意，买直播袂辛苦，明伟有够巧，这就是为虾米查甫人的命通常较短。YU 晚安，夏夜晚安，狗晚安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拢爱注意，大家拢爱注意，爱保护家己，爱温暖啦，哇，已经感冒啊！安尼你嘛会使注意，莫互伊恶化，对无？好啦，多谢大家今仔日陪惯性来耍。明仔载明仔载暗时，明仔载暗时，迄五星有联动，会使去看五星甲迄对，就是明伟流啊油。毋过有互你温暖就好，安尼我嘛做欢喜。Ruby 晚安 ，Ruby 晚安，夏夜拜拜。会使去买暗顿啊，还袂食暗顿，好，这可能真正会变做宵夜，好，多谢大家陪我算这，医酸晚安，对，今仔日游戏无咧游，今仔日是明伟咧游。好啦，多谢大家。大家明仔载再会，明仔载8点先来看五星的联动哦，看了再来看冠星的足英勇的杂谈。哦，会使安尼练习，嘛对，安尼好耍。好啦，安尼大家再会啊！大家晚安再会，拜拜。